阿公，俺叫么样的？来，一三一粒，长杂个，当天么？真紧是家中前头家，自有金润淡。什么？清楚，好久没识到阿公屋下嘅感悟，俺叫都无限系嘛？系啊，什么嘢剑口？就俺来日啊，先皮就站来听书啊，念书多，又下强送到日啦。难怪阿公可以用小面。我想将题啊，弥补俺来日，负责提前业务嘅小姐啊，让我讲，我先过来判理啊，人感见面。哦，强生不爱你嘅新婚见老人呢？阿公想新抢几多份？爱汉庭新抢嘅用途吗？我係2份，用途啊，唔是很甜啊。呵，佢就是愛新搶2份，冇限天用途嘅人感見面，按樣貴妃係20個人。阿公，請你讓一下，啲人感新搶人係你人感見面，使用目的係冇限天用途2份，係冇其他嘅問題，就搶菜啲職位。簽咗名，俺講就做得嘞，人呢萬本呢。什麼？唔是客氣。